在地人在地前继续要来讲，这个金针是台东的特产。讲台东的太麻里有一个较少人知的金针的神秘景，就是日本的天山农场。这个5月都有一大片的金针花海。讲这个金针花除了美丽，营养价值嘛真悬。真大片的金针花海真水。讲到金针花，真侪人想到台东太麻里。不过太麻里的金针花季7月才开始，5月份就想要看金针花，一定要知影新的秘境——台东日本的天山农场。有听到说，这边5月就可以看到金针，就觉得很好奇，赶快来看一下。有网友草之称的金针花，随风咧摇，烦恼嘛对咧放袂记。过去要等到7月才看有，即马5月份就有。因为要真少人知影，唔免伫花海看人海。民众摕这包大金针是农场改良的新品种，食起来够甜够香，还蛮甘甜好吃。推荐推一个。是糖类，还有像这个维生素、烟碱酸这一些所以吃了会忘忧。除了吃忘忧以外看其实也是非常的忘忧。金针花营养价值真悬，味够鲜、够甜、够开使啃。民众看花网友的时，嘛会使食金针来保健康，实在是真享受。